奥算什么？如果你要说炫耀国力，还有什么比拿下台湾更好呢？希望拜登能再强硬一点，就是他令人不放心，他们很怕习近平会趁机搞事情。各位观众以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以及收听这一集的《闹着地球聊》，我是 Lemon。大家好，我是赵君硕。君硕好。那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呢是台湾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吗？为什么会选这个主题？那当然就是因为《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呢，它这几期有一个封面的报道，就是台湾，那上面就写着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为什么《经济学人》会这样说呢？因为他认为美国他一直以来都认同一个中国这个理想，但他却花了70年的时间确保2个中国的存在。可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国际局势下，这样的模糊策略已经没有空间了。那他认为说，台湾目前是美中最重要的竞技场。如果说哪一天中国突然攻击台湾，而美国的第7舰队赶不到的话，首先中国会成为亚洲地区的霸主，那美国也会让他全世界盟友不再信任他，所以这是他的一个主张。那我想问君硕说，你是美中关系的专家，你觉得台湾真的有这么危险吗？美国从大概1-2个月前，他们的外交政策圈就开始很密集的在谈这个话题。但那只是仅限于外交政策圈，可是《经济学人》呢，他这次谈就表示，他也觉得一般人有必要知道。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一期啊，他有一篇非常长的报道，他就直接写，你如果是英语为母语的，你需要13分钟才能够看完。那也就是从你刚刚讲的，美国第7舰队在1950年代在台湾海峡巡航开始，一路讲到823炮战，讲到现在两岸的军力对比，又讲到美国前太平洋司令卸任的司令在听证会的证词，还有现在中共的动作等等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先让全世界可能对台海不了解的政经精英都知道说，这可能未来是一个很可能会出事的地方。那为什么呢？我倒觉得是可能不能完全只从台海关系来看，因为4月的时候，普丁弄了10万军队在俄罗斯的乌克兰的边境，然后呢，那其实相当的唐突，而且俄罗斯为什么那么严重呢？因为他2014年真的就战争过，乌克兰也死了非常多人，马航的飞机也是被乌克兰的民兵打下来的，所以他们很怕的就是，然后同时呢，中共也派了25台飞机绕台湾，那是破纪录的多，所以美国人就忽然发现到，哇，我们如果万一普丁这是玩真的，那如果这边也出事，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很怕习近平会趁机搞事情，对，所以呢，就说现在已经有一些专家甚至都把就两边一起谈，就说美国要怎么样应付这个场面，也就是说，现在的局势就是跟客观的局势更让台海的问题更迫切。台湾本来只是重要，所以我可以提醒大家，去年12月。那个一个很有名的投资银行家叫 Ruchir Sharma， 他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台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对，那现在配上另外一边出事了，大家觉得这个地方因为它那么重要，所以它可能变危险了。这是我的看法，就你还要结合其他地方来看。对。那但是像那个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那个戴维森，是他有在国会上面说，他认为未来6年是台海最危险的时机。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那个什么麦马特。前国安顾问麦马特说，他认为2个最危险的时间点，一个是北京冬奥之后，一个是什么？中共20大之后。那你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吗？有这么迫切吗？因为如果是6年的话，其实是非常短的时间。对，我认为，对，他6年内他只要觉得时机成熟，或是他想赌一把，他可能就会出手啊。因为很多人说他可能会办完冬奥才出手，但我觉得台湾的重要性对他们来说应该。只要能拿下台湾，冬奥算什么？如果你要说炫耀国力，还有什么比拿下台湾更好呢？以中共现在做的事情来说啊，绝对不是只是为了保卫国家，他就是为了要作战，做一个夺岛作战做准备。甚至连台湾的军事专家也说，他们之前的东南航空识别区啊，他们那个队形啊的演练，那不是绕好玩的，不是出来逛街，他们就在演练队形，就说您看得出来，他们也在假想一场战争了，所以。我认为6年，甚至就说对，6年并不是一个夸张的估计，这是个很合理的估计。那甚至奥运前也有可能，因为你刚刚说20大他要登基，所以他登基前应该要有一些你要有下希望能够有一些战果，他能够超越毛邓，这也是有可能的，这也是有可能的。而且从实际上的数据来看
2021年到4月底为止，其实已经有超过270架的共机来扰台，那这个是去年一整年的7成左右，所以它今年的频率是大增，再加上它的辽宁号也不断在台湾的外海出现。如果最近大家有注意到的话，会看到说中国不断在释放一些他们军演的画面，尤其是2栖登陆军演的画面。那再加上你刚刚讲的，习近平为了他要称帝，所以他一定要做一些，他一定要有一些能够说服民众名留青史的一些攻击。所以我觉得这个凑起来看，经济学人这一个判断不会是空穴来风。应该或者这样讲，第一，他各种就是那种2栖登陆的演习，他都很高调的让大家看到，就是等于先明白的放出来。我觉得他为什么像这样想呢？就是他希望最好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让台湾可能民心士气瓦解或主动有求和的声音，那就不就表示我光是动一动你就怕了。我觉得这是他第一个考量。然后第二个呢，就像你刚刚说的，他不断这样一直造，那我们可能也要被迫去，我们也要半飞嘛，去警告他嘛。那这过程里面就是有另外一个危险啊，连德国现在总理梅克尔都说了，你这种事情频率越高啊，就有可能会擦枪走火啊。大家不要忘掉，2000年的时候，美国的那个反潜机就被他的撞下来过，但那次是因为中美真的是两边都很克制，都让步，才达到一个妥协。那如果这次忽然又有，不一定是哪一边啊，也许是我们的飞行员有人咽不下这口气，忽然又撞了一次，那这次的气氛还能够像上次2000年那样子，大家都各退一步吗？所以为什么情况真的就是为什么经济学人也觉得说，我们不能让，就除了外交政策圈的人以外，一般的政经精英啊，万一真的出了什么事，我们要给他足够的资讯，让他知道今天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呀。对，所以我补充一点，所以除了他第一篇是仔细讲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对比，还有一些访问专家以外，他有另外一篇就是为什么台湾那么重要，有点像补充Ruchir Sharma，因为Ruchir Sharma在《纽约时报》上讲的比较是回顾台湾的产业发展史，经济学那篇呢就只是讲台积电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更高阶的制程。那现在全世界最先进的5厘米的，对不起，5奈米的晶片，台积电占了85%。那刚好这就是中共最想要的啊。所以从这个它又很重要，又就等于把台湾有点，因为台湾有他想要的东西，所以变得有危险。我觉得要这样看。可是有一些台湾的一些专家也认为说，或许经济上的发展反而让台湾成为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对不对？其中谢金河他在《经济学人》4月30号的时候发表那个台湾是最危险的地方那一文之后，他马上就是在脸书上面贴文。他就说，台湾其实从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之后，它到现在其实都一直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只是因为国际局势的改变，让台湾有机会在这样险峻的状态中找到一个转机。那他有指出说，当时印度它有机会成为世界工厂，只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它可能会暂时缓下来。那越南跟中国关系比较不好，但它也在东协10国里面有快速崛起的迹象。那台湾的半导体也在泰国有设厂，所以他就觉得从台股当时的表现来看的话，其实有很多热钱是涌进台湾，所以台湾的经济发展其实非常看好的，也是因为这个样子，他并不觉得台湾是最危险的地方。我这边要表达一点跟尊敬的谢先生一点不一样的意见。其实有一阵子呢，台湾整个台海情势是很安全的，就是我这边先岔开话题，讲到战略模糊跟战略清晰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在讨论说美国要考虑战略清晰，就是说要清楚跟中共讲，你敢动，我一定会还击。因为长期以前都是什么叫战略模糊，就是不清楚的讲。一方面，因为以前呢，中共他其实是专心在发展经济，他也不想动武，基本上他也不想动武，加上他以前军力也不够强，因为他以前经济跟军事都不够强。然后呢，让大家想想看嘛。还有就是，其实，在台湾的社会其实非常不尚武，因为以前表面上好像大家都要当兵，可是当过陆军的都知道，好像都在那边打扫、擦油漆。这不是我讲，这是蔡总统亲口讲出来的。所以，台湾对岸先不谈，台湾有一阵子是处在一个非常和平的时期。对，但是回到你刚刚回答谢先生讲的那些现状没有错，可是又发现这就造成中共的危机感啊！大家都在往他的经济有点算是他的好日子已经过了，那他现在要怎么办呢？所以他的东西，他讲的现象存在，但我完全用一个反过来的解释啊！大家都在走了，那他怎么样维持他的经济成长呢？当然，他利用这一波，他的军事已经强很多了，但经济现在又开始出问题，所以
这反过来讲，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危险的讯号，他可能就会想要干一票大的啊。中美贸易战对抗的时候，美国第一波关税，中共很凶啊，你搬石头砸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结果呢，他们后来签约的时候呢，基本上美国指控中共的所有窃取智慧财产权什么东西，除了国企补贴暂时不谈，其他中共都认罪了，说我会改进。然后中共一直跟美国说你要撤关税，美国有撤吗？几乎没有撤，所以他其实不够强。所以呢，他到最后只要美国狠到底，他就只能让。所以大家回忆一下。你怀疑我说的，你回去看去年疫情没有爆发前，刘鹤跟在白宫跟川普他们签贸易协定，你看刘鹤那个脸，习近平根本不敢去，然后川普笑的就是我把他制服了，他就像一个厉害的摔跤手一样。所以说，我认为这个陷阱是一个，所以我最后讲一次，这个作者哈佛大学的 Grant Allison， 第一他不懂东亚，但他讲成好像两强，中共觉得自己强，所以 Allison 的论点在中共很受欢迎。因为中共觉得听你这样讲，就是我们有一个理由说美国是嫉妒我们，你把我们讲得很强很开心。但其实我认为他的模式，当然他拿雅典跟斯巴达比喻，就说他这个概念是很吸引人的，所以他有市场。但我不认为他能够解释中美之间关系。我再补充一点，因为最近有个消息就是刘鹤可能会被换，不再担任中美贸易后续谈判的主将，但他就说了。中共目前主要目的，它关税都可以好了，我不可能要你一下子让太多，你至少把华为的制裁撤掉，因为它就科技上还被掐着，中共这个叫卡脖子科技，所以两边还是有些地方是严重不对等的，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两强相争，倒是有点像美国人在维权，美国人对中共期望太高，结果他的厂商进去都发现竞争环境不公平，我东西还被你偷，还被强迫合资，所以我就讲个有点好笑的。他们中共都会说，我叫你转让技术都是你自愿的。有一个美国的教授就说，这个中共的自愿法呢，就好像你跟那个教父里面的老大很自愿的做了一笔生意一样。但其实那个教父里面老大可能他手就放在口袋里，你就看得到一把枪。对，这种自愿你就知道，所以美国有点算是被迫反击。所以我跟大家的解释是不太一样的。那你刚刚有提到，就是刘鹤看起来好像被川普在摔跤台上面狠狠揍了一顿，可是现在他已经换成了拜登政府了。那情况有什么改变吗？拜登政府目前他有一些小的措施，我觉得，比如说这几天要取消一些中共人员的签证啊，然后还要考虑，就是要再对一些中共的科技设下一些禁令，是有一些好像，但是以大的来说呢，他目前还没有看到什么。虽然他一直强调，他都是讲，就他在讲中共是威胁，可是呢。他目前能做出来的动作还没有让人眼睛一亮的动作，所以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企管顾问公司叫 Eurasia Intelligence， 他的老板叫 Ian Bremmer， 他底下有个分析员在分析拜登上任的100天，他也这样讲，他说目前呢，拜登政府好像被中共的强硬有点震慑到了，所以呢，他们的外交官都是采取一种守势，然后呢，在很多谈判中不能取得主导权。那就我再插一句，不只是所以我说有时候你要看美国整体外交政策，他跟伊朗，他现在为了要逼使伊朗回到他们当年谈好的协定，被称为飞钓协定，他也愿意先解除一些制裁给伊朗。然后俄罗斯一放10万军队到俄乌边境，虽然俄罗斯看起来比较像演的，可是呢，拜登也就吓得马上要跟他收报公费，所以就回到你刚刚讲的。这些独裁者觉得会闹就有糖吃，所以他们现在拼命闹，所以大家都担心，希望拜登能再强硬一点，就是他令人不放心。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说大家要注意哦，拜登我们美国好像对美国最好强硬一点，所以为什么经济学人也要提醒大家注意看哦，对啊，这也是一种对美国政府提醒美国政府要注意吧，先不要讲成施压。川普以前几乎是只要发生什么事情，他国务院或者相关部会就会发表一个很强烈的声明，有点几乎就是会痛骂中共一顿，而且会直接讲出，就是直接该骂的就骂。可是现在好像他们老是就是只表达说担忧，因为现在是中美他们可能要检讨贸易协定，据说他们之前几乎都没有任何高层接触，只有一些中层官员在接触。所以如果戴琪跟不管是还是刘鹤或者是跟他们的副总理胡春华接触呢，他会跟他检讨，就是你答应我要做到的事，你会继续改吗？然后是不是我们要再继续谈？你当初为什么叫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要谈的，比如国企补贴，你是不是要取消补贴，或者是你是不是国外的那些大型的社交媒体或者是 Amazon 的资料都要储存在中共的境内呢？还是说为了保护资料，我们不需要听你的？都还没有谈啊，所以就看看戴琪怎么出招了。因为我认为他是拜登政府里面我比较欣赏的人。那如果他连最硬的人都软的话，那台湾真的要小心了。全世界都要小心了。拜登政府让人家最担心的，就像
刚讲，就是很会讲一些不痛不痒的话，他好像看似有宣示什么，但其实讲出来都好像也没有什么贺阻力，你也不知道他的重点在哪边。对，那补充一点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其实是他们重点摆在国内内政，一个是疫情，一个就是他们想要恢复大政府路线，所以民主党人一直把它比喻成小罗斯福或者是詹森总统，他们就是要在国内。先不讲好不好，但他们明显就是要大推一些绿能啊，重新振兴基础建设，这个是好事，也不是批评。可是，就他们好像把过多精力放在内政。那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他们很怕丢掉明年国会期中选举的2院的优势，因为美国就有分析家提醒大家说，他是右派，他就批评说，你把拜登比喻成罗斯福或林登·江斯，他说你不要搞笑，这两个总统选举的时候呢，都是大胜哦。然后国会也有很大的优势哦，拜登就是因为他国会的优势很小，然后呢，他们觉得我们好不容易从川普手上，因为大家不要忘了，川普赢了7400万票，就是也是美国史上也是创纪录，这次他们得票都创纪录，所以他们也知道反弹很高，所以他们现在就拼命在内政拼命赶，然后外交就像你刚刚讲的感觉就是先讲讲，那就怕时间不等人啊，万一出了事，你再回台就是收拾残局嘛。但就是他们现在对内政，我觉得有点太过头。你不要忘了，你美国是世界盟主，虽然每个国家都应该以内政优先，但美国有点例外啊，因为在世界上的制度，你不要忘了美金，全世界的交易有80%用美金，全世界有60%的外汇储备是美金，然后。就像重要的科技，大部分也都在美国手上，所以美国是有责任的，所以希望他们不要一味只是想要内政上去把川普压下去，这就是问题。那我想把话题拉回到台湾，那我们从2020的台湾总统选举就可以看得出来，台湾其实很在意我们到底是筛子还是棋子。那我们已经当完筛子了嘛？那台湾人就想说，你现在澳洲或是美国或是日本突然这么关心台湾，是不是都是把我们当成大国博弈之间的一个筹码跟棋子呢？那这些国家是不是真的关心台湾？我认为当然有利益的考量，但是其实台湾的这个一个很蓬勃的民主发展，很自由开放。我举个例，美国的对外关系协会的会长叫 Richard Haass， 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智库。他去年在讲说，美国应该对台湾从战略模糊改清晰的时候，他除了提到那种国际政治的利益算计，他也是说台湾是个繁荣的民主。然后台湾呢，你看还把同婚合法化，也有很多女性政治人物。然后呢，抗疫成功，当然现在这几天有一点，但是台湾也是个抗疫成功的故事，也对国际卫生有贡献。所以说，它有它的价值，不光是利益的算计。所以我们也要就说，我们应该为此感到自豪，虽然不要骄傲。所以说，如果它倒了，就像你刚刚前面讲的，这是有一种好的价值被湮灭，就像民主集权价值。如果台湾其实是有它一定的意义跟指标在的，所以，对。那你怕不怕打仗？很怕，因为我还有小孩，还有老公，打仗的话怎么办呢？要逃去哪里呢？对啊，那如果像是我们这样子的一般人，那怎么看待这个台海局势紧张？还有就是。如果说明年，因为它有2个时机点嘛，一个是2022，那一个就是2027，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一般人到底该怎么看待，跟该怎么准备？其实现在有些人开始比较重视，他是假日会去参加什么射击游戏啊，或是一些民兵训练啊。当然，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会，可是我要提醒大家，我们的国防预算也不少，我们的国军的3军的军力排名，虽然我刚刚讲陆军有些问题，可是呢，我们的空军也是持续去美国受训的。没有人希望有战争，可是我们有在准备啊。他又要逃到国外去的话，也是一种选择。可是你这样逃到国外去，我的意思就是说，你逃到国外去，你会失去很多东西。台湾是一个蛮不错的地方，那你可以问一下自己嘛，男生，你愿意放下你身边个人的享受，然后呢，我们其实有不错的国防战力，你愿不愿意为了守护一些价值？我们日常生活中，你也会为了。工作上是跟老板争论吧，你也会在网络上看到你不喜欢的价值，你会去争论吧。那现在是更基础的东西，就说只是因为比较久没有打仗，那你可以调整啊，你不能说人家弄这样讲，人家路上如果车祸刚发生车祸，如果是对方不对，对方要打你，难道你就跪下来吗？不吧，你应该会想要至少先跟他讲道理，甚至反击吧。所以我觉得是一样的道理。那我记得很多外媒就有提到说，对于台湾来讲，除了就是国防预算上的投入，国民也必须要展现出愿意去抵抗的心态。那这样子的话，其他的国家或是像美国或像日本才会觉得我们帮助台湾是有意义的嘛？对，我举个不直接相关但有关例子，为什么香港在2019引起那么大的注意？我到芝加哥出差，坐在都白人的餐厅，他放香港专题放了3分钟，因为香港年轻人那时候很英勇的去跟中共对抗，
只要你跟全世界发出一个讯号，就是我们有，然后你们有一些价值让人家尊重，你们也有些力量要尊重，人家会舍不得把目光从你身上转开，所以你一定要展现出我们愿意守护这一切，对，然后也请大家帮我们，这很重要。你讲这个问题非常好。好，那结论就是台湾 fighting。好，皆さん，我们下周再见，拜拜。